我可能殺咗人。2012年12月26號，聖誕節後嘅一個寒晨，柴灣漁安樓嘅警鐘聲劃破寧靜。一單位內，警方接報破門而入，屋內一片狼藉，血跡斑斑。床上發現一名男子，已冇生命跡象，頭部有多處重傷，下體幾近被毀。兇器係一把鐵錘同一把染血嘅剪刀，靜靜咁擱喺地上，仿佛已經係身心俱疲。死者係30幾歲嘅湖南男子周輝，屋內並冇搏鬥痕跡，唯獨寒風仍然從未關緊嘅窗吹入，俾室內嘅血腥氣浮動不止。呢度係一個經歷過暴力、慌亂同絕望嘅空間。報警嘅係周輝嘅伴侶，41歲嘅楊女士。佢帶住4歲嘅女，全晚喺公園露宿。第二日早晨走進社會福利處，自首講到：我殺咗老公。聖誕節嗰晚冇燭光，亦都冇歌聲，只有一場熟悉嘅爭吵喺狹小嘅單位裏邊反覆回蕩。周輝要求楊女士借錢俾佢買車，並威脅話若果佢唔俾，便將佢嘅裸照放上網。當時佢情緒激動，手勢誇張，語帶暴露。楊女士抱住女兒蜷縮喺角落，無言以對。夜啦，女孩未瞓，只係喺母親懷裏邊輕輕細細聲喊。楊女士默默咁煲咗一碗湯，喺裏邊放咗啲安眠藥，遞俾周輝。佢一如往常接過湯，大口飲下。佢原以為呢一晚能夠就此沉靜落嚟，可惜個事實並非如此。周輝並未入睡，佢嘅眼神再次變得陰沉，手伸過嚟卡住佢嘅手腕。佢低聲咆哮：係咪有男人等緊你？佢冇答，只係感到被逼向廚房退後一步。你試下走一步，我殺咗你哋母女。呢句係周輝俾楊女士嘅最後一句威脅。喺廚房狹小嘅空間裏面，佢伸手掂到嗰把剪刀，係做家務嘅時候常用嘅。佢幾乎冇經過思考，便將剪刀刺向對方生殖器，試圖製造逃生嘅空間。對方卻更加狂怒，一邊叫罵，一邊向前撲。喺混亂嗰邊，佢嘅手摸到咗一把鐵錘，咁係平日用嚟修理家居嘅，冇諗過有呢一日會咁樣使用。佢閉上眼揮出去，一下兩下，直到眼前嘅人再冇聲音，再冇動靜，鮮血溢滿地板。牆角嘅女兒怯生生咁從陽台探出半邊頭，佢冇喊，只係一動不動咁睇住母親。楊女士雙手顫抖咁放下鐵錘，緩緩走去緊緊抱住個女。夜好靜，窗外有聖誕夜未拆嘅裝飾燈喺風中閃爍。佢帶住個女離開單位，一步一步六神無主嘅喺街頭遊走咗一夜，冇人問佢，亦都冇人注意佢哋嘅存在。第二日早晨，佢走進社署，對住櫃台嘅社工話：我可能殺咗人。